治安警察局話，今年上半年檢控駕駛者喺斑馬線唔讓行人有720宗，當中有11宗因為累犯需要轉交司法機關跟進，作出禁止駕駛處罰。根據警方資料顯示，今年上半年檢控咗喺斑馬線唔讓行人嘅駕駛者有720宗，當中更加有11宗因為累犯而需要轉交司法機關跟進，作出禁止駕駛處罰。喺行人方面，今年頭5個月有62宗因為違規過馬路而被檢控嘅個案，涉及行人嘅交通意外有282宗，當中主要以長者居多。針對近期駕駛者喺斑馬線唔讓行人嘅情況，局方話已經安排前線巡邏警員喺繁忙路段嘅斑馬線指揮交通，亦都部署特別行動，每日不定時檢控喺斑馬線唔讓行人嘅駕駛者。並且強調警方將會嚴厲執法，包括即時票控違規過馬路嘅行人以及駕駛者。澳門電視台記者高連文報道。